台南市立安南病院自2013年营运到现在，心脏血管外科团队已经完成1000例开心脏加主动脉的手术。上午特别邀请副市长赵庆惠同齐来见证心脏外科的新里程。今天是我们安南医院这个快满11年，那1000例，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里程碑。那我刚刚问过我们的副院长哦，我们差不多开心手术差不多70%嘛，这个主动脉到30%，那存活率也相当高的情况下，感谢我们市场朋友对安南医院的支持。那安南医院未来已经刚刚讲过，已经部分科室一定往医学中心走，那期待有一天呢，能够往最高的领域再走。我有这个机会代表市长来这个安南医院提供祝福，然后也对于安南医院在我们这个地区里面所提供的各项协助工作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就近来接受一些医疗的服务，甚至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开刀跟主动脉第1000例，这是圣经不简单哈。我想对于这个安南医院来讲至于市政府是非常重要的伙伴，那对于我们整个地区的民众市民朋友来讲，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照护哈。所以我想应该对于安南医院也表达市政府的感谢哈，谢谢我们有这样子的合作关系，让我们的北台南的地区的民众都会当享受到更较好的医疗服务。会中安南病院医疗副院长陈伟华嘛特别分享2名罕见病例，一名70岁吴先生，因为呼吸袂喘、胸闷，到安南病院急诊的时，发现正边的冠状动脉完全塌掉的合并心室总隔破裂，相当的罕见。虽然发生率只有3%，但如果无手术治疗，1个月内死亡率高达90%。另外一名62岁王先生，同款是心肌梗塞，正边冠状动脉塌掉的，后来佫发现是急性乳突肌的断裂，经过2间半的置换手术，加心房总隔的缺损修补，才成功救回。现场2名患者嘛特别到场来致谢。好，这个心脏血管中心的整合，所以我们目前心内外成立了这个心脏团队。那我们不管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第2导管室就是我们一起共用的一个新的导管室，还有包括像我们在病解的时候，我们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患者，我们大概都会一起去做病理解释，然后帮病人选择一个最好的手术方式。然后另外呢，我们在患者做导管或动手术之前呢，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跟患者介绍他的手术的一切的资讯，我们叫做 SDM 那这个 Shared Decision Making 目前在所有的这个重视医疗品质的国家或医院都是非常推崇的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资讯跟细节都给患者知道，让病人做出一个最重要、最正确的选择。真感谢陈伟华医师安尼甲我用心安尼甲我顾起来呢。我会使讲安尼鬼门关走一回啦。我是完全不知道什么事情，等醒来的时候，那个陈医生告诉我说你很严重，很难回来，恭喜我这样子。所以说，我实在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跟大家报告的。但是，首先是真的是要谢谢陈医师跟安南医院的团队，好，谢谢你们，谢谢。面对急性的外科急动症，安南病院心脏外科团队在2022年创下30天内死亡率比1成更加低的手术成绩，加上近年来硬体的投资加医疗经验的累积，安南病院表示，过去类似手术死亡率高达2-3成的外科急动症，现在已经无再再可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